放时间，今仔日是阿乐寄来的批哦。阿乐的图有真侪色水呢，我徛喺一个真大的轻的骹，阁有一个人甲我拍招呼，阿乐，迄敢是你？我有收到你的轻啊，咱先来看今仔日的咿哟，小等一下继续讲。阿狗去倒位？大家好，我是阿狗。今仔日咱要来去看饲牛的所在。牛，有你出来无？你哪拢走去水内底啊？咱来算啊！哦，你拢就避暑人呢？无，咱先来食点心。有好食无？哇，这嘛做侪牛！这边的牛拢较细只呢。哇！牛你好，你食饱未？哇！恁的厝真大呢，是好野人的厝。哇！请问一下，你咧学啥物哈？我咧学牛卵啊。学牛卵呢？哦，学着啊！哇，真侪呢！哦。哇，这就是你拄学出来牛的卵哦，是无？对啊。哇，阁爱洗哦。嘿啊，爱洗好清气啊。一粒、两粒、三粒、四粒、五粒、六粒。哦。你看，卵内底有牛呢，伊伫内底大汉。哇，真是有呢。阿狗，你看。哇，是牛的人影呢，足高水的。哇，伊要爬出来呢。哦。哇，真高呢，已经会晓收水啊！哇，足高水的呢！恁爱乖乖大汉咯，加油加油！哇，牛恁兜足赞的呢，足新鲜的。再会，后摆再来找恁说。我叫做陈培啊，我住伫美国圣雅道边仔的一个所在，叫做 Sammamish。我今日要去一个湖，叫做 Pine Lake。那我先到迄个。啊，我为阮
厝恁车卡搭车到差不多5分钟。我下你飞暗够冷。我那个起呀，高啊！门卡口一张鸡卵花，白白的花蕊，热天的香味。冰箱内一粒大西瓜，甜甜的果子，热天的滋味。日头炎炎，风萧萧，热天的气味。溪边海行山水，热天的滋味，热天的滋味。门卡口一张鸡卵花，白白的花蕊，热天的香味。冰箱内一粒大西瓜，甜甜的果子，热天的滋味。日头炎炎，风萧萧，热天的气味。溪边海行山水，热天的滋味，热天的滋味。海边一马真趣味。来哦，咱来介绍要咱钓一马的工具哦吼。这个是啥物？这个伊的目的就是要来甲咱的绳仔固定牢的、再救的。啊，这个是啥物？绳啊要弹落，对，绳仔要弹落，哦，这拢弹去啊。袂要紧。来，啊，你敢会使帮我固定到这高铁？安怎搞？到这。嘿，哇，足赞的，好，我帮你捡咧，你先把绳仔放互拎。啊，等者，你要拼还是我来拼？我来你骗。来试看卖好无？好。小饭啊爸，安尼才会使拼到内底，啊，才会使钓到海内底的鱼，迄是嘛？啊无想地钓袂着。这是啥？即个是鱼仔，等者啊，咱甲拼入去海内底的时阵，一马会看到闻到鱼仔的味，伊就想要食鱼仔，就走，啊，就无小心就会迄这个网仔低调的，咱就会使甲掠起来啊。吼，好，来行，你啊摕遮，小 B， 摕遮，嘿，安尼，对，啊，过安尼，海拼出去，啊，我手。到大力爸，你陪我。好，一、两、三放，啊，无够远，来，一、两、三。啊，你拢喷水，哦，喷水哦。好，来，搁一道来，你喷水。你徛遮袂喷到，水会喷迄边，安怎啊？因为风对这边吹过，风水会喷迄边，袂喷咱这边。我无法。一、两、三。好，啊，过就甲插咧，插喺沙内底，甲大力咧。好，有
我惊这个会袂走。伊袂飞走，恁甲插到安尼就好啊。哇，俗！你甲试看卖，是毋是做暗的？对。好，两块做。啊。3分钟到啊袂？你问姐姐3分钟到没？姐姐3分钟到啊袂？ OK， 好来。我帮你叫我骑咧，我袂安尼骑。我叫。有一只耶！一马嘿。大只。你看。讲一只小只。大只了啊，我一只小只哦好，试看卖来。系，伊就等就找着芳，伊就落来啊。啥弄啊？伊出小只。我是想袂甲你骑啊。伊的叶仔无遐疼。伊想要爬起来。咱掠着一只大只的，一只小只的，一马。哦，你只，佮多迄只。嘿，佮多迄只较厉害哦。一、二、三只。三只，咱等下，咱等下就爱甲一马安怎？放掉。放等去。水来的。对。测绘讲台语。一马，希望，拼出去，这拢淡去。好天啊，日头照，抬头看到一条桥。哇，原来我甲阿罗同款，拢真介意轻呢。多谢你画的图，大家嘛会当画你上介意的物件，互我哦。再会。再会，